用你以前我哋少少嘅手手會嘅做呢嘢，好長長頭，我哋咪都會，或者我哋尋尋哇，我哋長長我哋。为了好去是帮我到底要好，到教那个职业是我知识要有些。被他们出去熬生，有了还造路过蛋，为了还造的，被我们要好没也被题目做怎样？是吃饱，没你，要你在国内整路啊，那个是要就多吃呢，天厉害太厉害，要就万出去那个对，天明白。我们农民啊，种啥了这些农业是啥了，种这大把做好的。我们也有毛毛的，我们也有农业，我们也通过这个电脑这，还有种种吧，占用，城市上占用毛毛的，因为我 oxygen 要够高，在这半天为什么啥的是，也碰到个嘛的，二度要是也因为在讲到。